台中茶头红仔剧团邀请到群主来彩绘着独一无二的红仔头，嘛就这个活动推广布袋戏的文化。绘表、粉材料开始动手彩绘，济角色由在民众来请设计家己喜喜的戏红仔。台中茶头红仔剧团这一天伫咧艺文中心举办彩绘活动，让民众来认捌布袋戏的文化。借由我们的偶头彩绘让爸爸妈妈可以亲子跟这个小朋友互动，一起完成这个戏偶。然后完成之后呢，他可以体验，可以玩。彩绘戏红仔只是第一步，该学安怎来让一个角色团长亲身来甲你教。掌声鼓励一下。布袋戏它是圆雕立体，所以我们在绘画上面会有一定的难度，你要考验你的稳定度。东区艺文中心的大厅，佮展览真侪类型的戏红仔，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民间文化艺术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